大家好，我係心心，歡迎翻到我嘅 channel， 好開心又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見面。大家知道我哋正經歷緊一個百年未有嘅大變局，東升西降，周圍好多嘢都喺度改變緊，我哋對好多嘢嘅睇法亦一樣改變緊。過去一年，中國社會對出國留學嘅睇法更出現咗一個180度嘅大轉變。我喺上一條片就同大家簡單講咗國家點解要派學生出國留學，有內地觀眾睇完就私信俾我，問我係咪贊成大家出國留學，希望我可以同大家講一下自己嘅睇法。係嘅，我知道最近出國留學喺內地係一個熱門話題。咁好啦，今日我就想喺呢度同大家講下我嘅睇法。以前出國留學係一件好光榮嘅事，係精英嘅象徵。可以出國留學，尤其係去美國、英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代表屋企有錢，子女學業優秀。好多人對西方世界充滿憧憬同嚮往，特別崇拜西方嘅制度、文化同教育，覺得去西方國家留學就係通往上層社會嘅必經之路。留學生經常被標籤成天之驕子，讀完書返嚟會特別受人尊重，就業前景亦好過一般本地學生。但係隨住中國國力變得越嚟越強大，同美西方嘅快速衰落，再加上特朗普對國際秩序嘅任意破壞，西方價值觀已經開始全面崩塌。社會大眾，特別係內地民眾，對出國留學嘅睇法亦出現咗好大轉變。大家唔再係好似以前咁盲目仰慕，而係開始反思，甚至係懷疑出國留學呢件事。今時今日係咪要出國讀書？我認為最主要考慮嘅係屋企嘅經濟能力。到底屋企係咪能夠好輕鬆咁負擔到你出國讀幾年書？而家去美國或者英國呢啲國家留學，一年隨時要使80至100萬，所以讀一個3到4年嘅大學 degree， 起碼要花接近300萬港紙。呢個真係唔係一個小數目嚟㗎。對一個普通家庭嚟講，300萬可能已經係佢哋嘅全副身家。我認為如果屋企唔係真係咁有錢，父母只係得幾百萬積蓄，你就唔應該咁自私，攞晒屋企所有錢去讀書。以前讀大學嘅人少，能夠出國讀大學嘅就更加少。留學生讀完書返嚟，一般好容易就可以揾到大公司嘅工作，收入都會比較高同有保障。但係今時今日，除非係去外國一啲超級名牌大學，例如哈佛、劍橋呢啲讀書，否則你畢業返嚟揾工唔會有任何優勢。使咗出去嘅錢，可能做好多年嘢都揾唔返，永遠都還唔到俾父母。我就有個朋友，中4嘅時候就去咗英國讀書，佢高中嘅時候就喺英國嘅 boarding school 度讀，之後大學就去咗 Warwick 讀 business， 前後喺英國讀咗7年書，花咗父母接近500萬。Warwick 都算係一間名校啊，但係畢業返嚟香港之後，揾咗1年工都揾唔到，原因就係佢堅持要揾一啲同金融有關嘅工作。佢寄過上百封求職信出去，每次面試完都冇回音。後來佢同我講唔能夠長期喺屋企 hea， 所以唯有咩工都做住先。最後佢就去咗一間本地嘅中小型企業度做文員，每個月人工係2萬蚊港幣。呢個數字就相當於喺內地揾到份6、7千蚊人仔嘅工作。大家都要清醒，而家去外國讀書，如果你係讀一啲普通嘅大學、普通嘅學科，例如係經濟、工商管理、金融呢啲，返到嚟香港或者內地揾工係一啲優勢都冇，花咗出去嘅一大筆錢，如果從求職角度去睇，隨時係血本無歸。如果你話要出國讀書係因為想見識多啲，咁我同你講啦，算啦。而家西方國家喺各方面，包括制度同思想，都比我哋中國落後好多。如果你係想睇佢哋落後嘅嘢，去旅行睇都得啦，根本就唔使咁多錢同埋時間去當地留學。最近 B 站有個博主思歸奇大王，大家叫佢盧 A， 喺內地爆紅。佢曾經留學美國，係一個生物醫學學生。幾個月前，佢提出斬殺線概念，指美國中產階層隨時會因為突發嘅經濟衝擊，例如係疾病同埋失業而陷入破產或者流落街頭嘅財務生死線。喺美國俾人起底之後，盧 A 就走返嚟中國，繼續揭露美國嘅黑暗面，當中包括留學生嘅一啲情況，因為佢見到中國學生到咗嗰邊之後，好容易就會學壞。個別同嚴重嘅留學生問題，例如吸毒、酗酒、三通一達呢啲，我就唔講啦，因為存在太大爭議。呢啲咧一定要留翻俾盧 A 佢講。我今日淨係講啲簡單啲嘅。有好多家長都有一個錯誤嘅諗法，佢哋認為子女出國留學到咗嗰邊就自然會認識到好多當地嘅朋友，
好容易就可以打入佢哋嘅圈子。留學生嘅生活係好充實，每日都係學到嘢，日子好容易過。但其實真相並唔係咁樣。當你去外國讀書，你就會發現唔係咁容易可以埋到當地學生嘅堆。我嚟日本讀書遇到嘅情況係咁樣，而我其他去美國、英國讀書嘅朋友一樣都有咁樣嘅經歷。其實去外國留學，大部分時間中國人只能夠同返中國人一齊，外國人係唔會侵你玩。如果大家幾個留學生走埋一齊，唔係話有心想讀好書嘅，而係想揾嘢消磨時間嘅話，咁樣就會衍生好多問題。我嚟日本讀書算係好啲，正規啲，因為日本社會比較傳統同保守，食大麻、吸毒呢啲喺日本係嚴重犯罪行為。另外，我哋讀書同生活都係喺大城市，飲食同生活習慣亦同中國比較接近，所以冇咁容易學壞同比較容易適應。但係去西方國家留學情況就好唔一樣啦。西方社會奉行 liberal 主義，所有嘢都係開放冇約束嘅。咁一個香港或者內地學生去美國或者英國呢啲國家，最常見嘅情況係咩呢？我要補充係最常見，唔係話一定係咩呢？等我話俾大家聽。因為好多學生從細到大都喺屋企住，起居飲食咩都唔使自己做，被保護慣咗。而家突然之間要出國生活喎，去到外地冇人照顧，好多時都會搞唔掂。再加上西方生活環境嗰種寂寞同苦悶，好多同學仔都會頂唔順。男同女都一樣，好快就會想揾人拍拖同埋同居。我嗰啲去咗西方國家留學嘅女仔 friend，佢哋都係咁樣同我講，佢哋話呢樣嘢差唔多係冇辦法避免，但係到底係好定唔好，啱定唔啱，其實都好難講，因為好多留學生就喺咁嘅情況底下揾到自己嘅另一半。另外，有啲家長自細就教啲仔女出國讀書，盡量唔好同中國人玩，一定要同外國人玩。但如果真係咁做，又可能會出現另一啲問題。大家認為一個中國學生有咩辦法可以黐到埋去啲當地人、白種人嗰度啊？唯一辦法就係要自己蝕底俾人，請食飯啊、送禮物，甚至係獻身。所以當啲家長見到咁嘅情況，其實都唔應該怪佢哋嘅仔女，因為呢樣嘢其實就反映咗佢啲仔女喺成長過程入面建立咗嘅價值觀。據我嘅了解，其實今時今日出國留學嘅同學仔喺心態上都係只係希望捱過幾年，攞到張文憑咁就算啦。至於係咪真係學到嘢、提升到自己，都只係其次，唔係話咁重要。所以如果我好清楚咁話俾你聽，要花天價出國留學，但係換嚟嘅只係一張普通嘅大學文憑，冇咩真正有用嘅嘢可以學得到，你認為仲係值得咩？如果屋企係有大把錢，咁梗係冇問題啦。但如果唔係嘅，留學嘅錢係要靠全家人死慳死抵先至攞到出嚟嘅話，我認為呢個家長不如唔好送佢啲仔女出國讀書，將嗰幾百萬直接送俾佢哋仲好過，咁樣仲實際啲。大家要知道，大學教育嘅普及化已經令到大學文憑大幅貶值，而家有 AI 嘅出現，就更加令到知識呢樣嘢變得越嚟越唔值錢。大部分嘅學問同知識，以前你只能夠靠讀書，例如係去大學上堂學，之後再將啲嘢記喺自己個腦入邊，到用嘅時候攞翻佢哋出嚟。但今時今日已經唔一定要咁樣做，只要撳一撳個掣，幾秒鐘，乜嘢資訊都會走晒出嚟。一個擁有基本學識同埋識得運用 AI 嘅人，只要有一部電話喺手，隨時同一個大學教授都冇乜大分別。所以仲係咪需要使咁多錢出國讀書，做一個超級高消費，真係值得商榷。點解我會話係消費呢？因為當一件事做咗唔一定有回報嘅時候，就變咗係消費啦。我要強調，我唔係認為讀書唔重要，叫大家唔好讀書，而係喺今時今日一個普通家庭再花天價送仔女去外國讀書，真係完全唔值得。大家一定要三思啊！可能有啲人會話，出國留學唔算係好貴啫，每年都仲有咁多人去美國讀書，只係我哋中國人窮先覺得係貴啫。我話俾你聽，你咁諗就一定係錯嘅，因為連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都曾經抱怨美國學費太過高昂，大學畢業後要用21年時間先至還得清啲學生貸款。我就覺得香港人、香港學生係全世界最幸福，因為國家好錫我哋，好多政策都傾斜俾我哋香港。例如內地嘅稅率比香港高，但係我哋香港人唔需要交內地嘅稅，就可以享受到內地大部分嘅福利。喺教育方面，俾香港學生唔需要參加內地嘅高考，就可以通過香港 DSE 考試報讀內地超過100間唔同城市最好嘅大學。
喺內地讀書，只要你揀啱科目又讀得好嘅話，一路讀上去係冇問題嘅，唔會有任何財務壓力。內地大學嘅學費一般都只係6000至1萬一年，學費加埋生活費，一年都係10萬人民幣左右。馬斯克已經同大家講過好多次，中國就係未來，大家冇理由仲咁蠢，花巨額嘅錢去沉淪緊嘅西方國家讀書。一生人只有一次讀大學嘅機會，我認為香港學生應該要爭取去一個正在帶領全人類走向未來嘅國家讀書，而呢個國家就係我哋嘅祖國啦。大家想要有多啲見識，就更加應該要返去內地讀書，見識一下內地嘅學習情況，深入了解一下國情同中國發展嘅脈絡，自己親身去體會一下乜嘢係中國速度。仲有，大家一定要注意，以前出國讀書係鍍金，將來可能係減分行為都唔定。普通家庭嘅小朋友唔應該做一種諗法，出國讀書就會變成人上人，因為呢樣嘢係唔會再發生噶啦。講到底，去學校讀書受教育，其實都只係人生旅程嘅其中一部分。出國留學唔代表你之後嘅事業一定會好成功，因為能唔能夠成功，仲要睇好多因素，包括個人能力、際遇、運氣等等。就算你冇辦法喺內地升讀大學，又冇能力出國讀書，其實並唔代表你唔可以通過努力同埋奮鬥，創造屬於自己嘅一片天。我好肯定中國一定會繼續發展落去，而且仲會越嚟越強盛添。安心留喺呢度發展嘅人，只要肯努力，必然會受惠，必定會水漲船高。大家最近有冇睇到我哋中國再次出現萬邦來朝嘅盛況呢？全世界多個國家，包括法國、英國、加拿大等嘅領袖，仲有之後嘅特朗普，都排住隊要嚟中國拜見我哋嘅領導人，希望可以同我哋攞到啲生意嚟做。身為中國人，我真係感到好驕傲。我話俾大家聽，中國要重新成為世界公認嘅一哥，只係時間問題。跟住落嚟，我想同大家報告一下我喺日本嘅留學情況。吓？唔係啩？我要講自己留學嘅嘢？聽到我咁講，大家係咪即刻想鬧我呢？話我係咪有啲精神分裂？自己留學，但又反對其他人留學。喺呢度，我想再強調，我只係反對一個普通家庭今時今日仲用天價送子女出國留學，因為出國留學實在太唔值得啦。而家世界動盪不安，外面經濟環境咁差，咁難揾錢，出國留學已經唔再係一個普通家庭應該做嘅嘢嚟。我唔否定留學所帶嚟嘅好處，但係就唔認為呢啲好處值得俾天價。雖然嚟日本留學費用少啲，算係比較合理，但我唔會叫大家嚟日本讀書，因為我唔想同國家唱反調。至於去西方國家留學，費用高得離譜，完全係唔可以接受。好啦，留學嘅嘢我今日就講到呢度。啱啱過去嘅1月份，好開心，有一個北大老師過咗嚟東京大學授課。當日講完3個鐘頭課之後，佢就請咗第一班公派留學嘅北大學生去食 yakitori。老師問我哋每一個人喺日本學習同生活嘅情況，睇下大家有冇遇到啲咩困難需要幫助。之後老師就同我哋講，一定要好好珍惜今次嚟日本讀書嘅機會，因為佢哋爭取得好辛苦，先至可以俾到咁多獎學金我哋。而家國家係需要花好多錢喺我哋每一個人身上。我想同大家講，我哋幾個北大同學仔都知道，國家要供養我哋嚟日本讀書係一件唔容易嘅事。除咗感恩國家嘅栽培之外，我哋都有個志願，就係希望將來能夠報效祖國。好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一條片再見，拜拜。